9月29號，加拿大星島焦點新聞，多倫多市政府話出年或者需要向市民額外徵收3%嘅地稅。市長周子慧今朝話，出年聯邦政府同安省政府喺安置多倫多難民同協助無家者嘅補助都少咗，估計爭咗1億5300萬。佢話要喺資源不足嘅情況下解決安置難民同無家者問題，又唔想放任情況惡化到去佢哋要露宿街頭啦，就要額外加3%嘅地稅。佢警告話選項得2個啫，一係就係多倫多停止安置難民同露宿者，等佢哋露宿街頭，令無家可歸嘅情況更加嚴重；一係呢就由多倫多人以地稅買單。佢強調兩種做法都唔公平。佢話自己仲未放棄，會繼續游說聯邦政府。下載加拿大星島應用程式，瀏覽更多新聞。